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咧，即係除咗楚莊王一鳴驚人之外咧，我覺得呢個政變本身件事咧都幾一鳴驚人嘅喎。因為楚莊王係完全咩都冇嘅情況之下，佢可以肯定自己嘅能力啦，而且亦都有一班人可以去幫佢攞翻個權力翻嚟。蕭生，其實呢件事係點嘅？即係歷史上，我哋睇住跟住2000幾年歷史，我哋見到咧好多幼主登位，幼主登位之後咧就先有人攝政，可能係母后，可能係嗰啲親戚。可能係宦官，可能係大臣啊，親屬。咁咧結果咧就係兩條路收場，即係三條路收場啦。第一就係話嗰個少主慢慢大，嗰個攝政嗰個就真係即係又冇野心退休，兩個冇產生到衝突，將個權力慢慢交翻俾呢個少主。呢個咧係其中一個辦法。第二個辦法就係廢咗個少主。廢咗個少主，終於個少主係因為想奪得權力而俾呢個攝政大臣啊，俾嗰啲人所殺死或者廢立嘅。呢個當然係好多啦。即係你睇下呢一個漢文帝嗰陣時，昌邑王賀就係呢俾個霍光所廢即係伊尹亦都係咁樣。即係其實咧就係兩個到康熙啊，都係同呢個攝政大臣咧產生咁嘅衝突。如果一處理得唔好咧，最惡劣嘅咧就係話係俾人哋殺死，即係個做皇帝嗰個俾人哋殺死收場咁而係點樣做咧？第一件事你就要人哋唔提防你，人哋點樣唔提防你咧？你一定假詐帝吃喝玩樂，人哋覺得你冇野心，唔會係阻礙佢嘅謀略。如果你太早表達你嘅不滿嘅話，就係找死。所以其實呢個故事咧就係一個，你首先係要潛伏先啦，人哋唔懷疑你先啊嘛，你要發動政變，咁你暗中結咗班死黨，後人哋唔覺意嗰時候去對付人哋。呢個康熙即係講話，當然大家最熟悉嘅《鹿鼎記》，康熙就揾班人做摔跤嚟到制服鰲拜啦，大家最熟悉呢個故事啦，係咪啊？又或者呢一個歷史上真係即係出現過無數咁樣嘅情況。咁呢個係相當早啊，就係楚莊王係一個相當聰明嘅人啦。即係如果你要政變，你唔將你嘅野心隱藏得好，結果咧就自己粉身碎骨。林彪啊，其實係想發動政變推翻毛澤東。喺佢書法入邊4個大字：克己復禮，一定要忍，唔好有任何事同毛澤東作對。絕對不能暴露自己嘅野心，你知唔知啊？從來稱病唔返工，即係咁樣。佢話有句名言嘅，佢話主席畫圈嘅我就贊成，主席冇表態嘅我又唔表態。其實咧，即係講起呢啲咁嘅政變啦，咁就係好多時候都會造成咧，因為要奪翻個權啦，咁皇帝最信嘅就可能只係宦官，咁變咗咧就係會宦官啦、外戚啦咁嗰啲，真係自古以嚟咧實在太多。東漢咧就係最典型嘅啦，永遠咧就係個皇帝細嗰陣時候咧就係外戚掌權，到皇帝一大咗之後咧就用宦官去推翻啲外戚。咁然後到皇帝死咗呢個太后咧又用外戚就殺咗啲宦官，係調嚟調去咧都係咁樣嘅啫，真係。咁好啦，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咧唯有聽日咧我哋先再同大家見面咯喎。咁好啦，拜拜。